大家平安，今天6月26日，感谢上帝的恩典与带领，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。愿上帝的恩典也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如同赐给这些妇女，如同透过以利沙所赐下的恩典祝福，也临到我们。愿这样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。我们一起来透过这首诗歌来敬拜上帝，愿主的恩膏充满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，
让我们感受到主你就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带下那荣耀、恩膏与祝福，让我们去经历上主你的灵浇灌在众教会，浇灌在我们教会，浇灌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，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与能力。主，这是你所命定的日子，让我们在当中欢呼敬拜你，让这些锁链都断开，我们不再被捆绑，我们要得着释放。主啊，或许我们有许多苦楚，有许多难处，但是当你的新酒浇灌下来，新的恩膏临到我们，这样不断的领受这样的恩典与恩膏，让我们有不断的领受，来到你面前来诉说这许多的恩典与喜乐，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你的恩典，有你的看顾。主啊，愿你大能恩膏不断的进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来宣扬主你的荣耀与赞美。主啊，感谢主，当我们在当中的领受，愿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领受，生命被你来浇灌，生命被你来牧养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就在当中彰显大能，与我们同在。献上我们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6月26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4章第8节到第17节。列王记下第4章第8节到第17节。有一天，以利沙到书念去，那里有一个有钱的妇人，她邀请以利沙吃饭。从那时起，以利沙每到书念，都到她家里吃饭。妇人对她丈夫说：“我看出那常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人，是个神圣的神的人。让我们在屋顶上造一间小房子，里面放床、桌子、椅子和台灯。他来我们家的时候，可以住在那里。”一天，以利沙来到书念，上他的房间休息。他叫仆人基哈西去喊那妇人来。妇人来了，以利沙对基哈西说：“你问他，我能替他做什么？他为了供给我们的需用，常常操心。我要报答他，也许他要我到王那里或元帅那里为他说几句好话。”妇人说：“我住在自己的人民当中，什么都不缺乏。”以利沙问基哈西：“那么我能为他做什么？”基哈西说：“他没有儿子，丈夫又老了。”以利沙说：“叫他来。”那妇人来了，站在门口。以利沙对他说：“明年这时候，你将抱着一个儿子。”那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不要骗我，你是神的人。”但是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，第2年这时候，那妇人果然生了一个儿子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记下第4章第8节到第17节。让我们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经文。愿上帝透过当中来对你说话。
大家平安。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到上帝的人，也就是先知或神的人，上帝的仆人，他们出来或许就带着上帝的话语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是带着上帝的能力，特别是当以利沙他知道怎么求，因为当以利亚要离开的时候，他说你加倍的能力在我身上，所以在当中也这样子实现了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是非常，我们常说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，而以利沙也不遑多让，也在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他愿意降服，愿意顺服。当以利亚要离开的那段路途，他紧紧跟随，其实也从他被呼召那一刻，他就一直跟随着以利亚。所以后续我们看到，当他这样子，很多时候他愿意去服侍。所以在昨天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这样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。很重要是他愿意去服侍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面有没有看到你愿不愿意？很多时候你愿不愿意去服侍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而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当他这样愿意去服侍的时候，也有这样的人愿意去服侍他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昨天经文里面讲到说，他愿意去服侍这个寡妇，所以那个寡妇她的债务可以还清，她的生活可以改善。这里也看到说，今天经文里面看到说，这个书念的妇女她愿意这样去服侍以利沙，虽然她没有什么要求，但是上帝也透过这当中去祝福这个有钱的妇人。因此在当中，当我们愿意去服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服侍，不求回报，不是说我这当中要交换什么，我想要透过服侍里面得着什么，而是我们单单的服侍上帝的人，服侍上帝的仆人，也是在服侍上帝。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边提到有一天以利沙到书念去，所以其实他也去了很多地方，他要去那边传道，他们去到许多地方去宣讲。所以有一天他来到书念这个地方，去到这个地方，也在那当中要去宣讲，要在那边休息，或许他是路过。不管怎么样，这边讲到说有一天他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里有一个有钱的妇人邀请以利沙吃饭。我想在那当中，以利沙应该他的名声也传了出去，有很多人听说他，而在当中也有很多人因着以利沙得着的许多的恩典。因此上帝透过以利沙去服侍当时的人，服侍当时代的人，所以他在那当中认真的服侍，上帝也在当中祝福他，当然也透过他去祝福着那个家庭，那个世代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女，她愿意这样去服侍，她邀请以利亚到他们家里面去吃饭。所以在当中他提到说，从这一次开始，从那时起，以利沙每到书念都到他家里吃饭。其实这也让他不用想太多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都会去想，有需要很多去做计划，或者说去思考的。最简单的是我们要穿什么，要吃什么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人，他就干脆让他衣服都很一致，所以每天就拿一套新的，每天拿一套新的，不用去想要穿什么样的款式，所以不用花时间在想我要穿什么。也有些人他吃东西就吃同一家店，点同样一个东西，他也不用去想我要吃什么。因此在当中也看到以利沙，他或许也可以是这样子，他后续来到这边，他就不用想说他要去哪边找东西吃，就去到这家庭里面，然后就在那边吃饭。而这家庭他们也不缺乏这些食材，他们也不缺钱，所以他们也可以去招待他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助于以利沙的服侍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从那时候起，以利沙到这地方的时候，就到他家里面吃饭。所以也可以看到，他也跟这家庭渐渐的熟悉起来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人跟人见几次面之后，也就更加的熟悉了。其实在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应该会经历到，常常人家会提到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要去款待外来的人，所以这妇女也是一样，她去招待这外来的人。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渐渐的
他也感受出来。第9节这边讲到说，我看出那常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人是个神圣的神的人，所以看到其实他是有敬畏上帝的心，所以他才会说神圣的神。而在当中他也去常常经历跟以利沙吃饭，或是去服侍他，去接触到以利沙，所以他更能够经历到这个人很不一样。或许他单纯的招待一个外来的人，也或许他也知道他是特殊的一个人，所以他这样款待他。接下来他真的能够去经历这一些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说这个人怎么样，或许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职分，而在这接触的过程当中，能够真实的去经历这个人很不一样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去经历到这个人确实不同。所以从这个妇人的口中讲出这个人是神圣的神的人，所以也可以看出这个妇女她的生命里面有敬畏上帝的心，她才会说这个是神圣神的人。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也常需要去经历这一些，而在当中生命也带出这样敬虔的生命来，所以慢慢的会被影响，慢慢的会去进入到这样的神圣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这样子，常常来到上帝面前，常常领受上帝的话，也锻炼我们的心智，也帮助我们有这样敬畏上帝的心。所以这妇女在这样服侍她一段时间之后，她也跟她的丈夫这样讲，所以这是她真实经历她的感受，她感受到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，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所差遣的人，而这上帝就是那位神圣的上帝，也可能就是他们所敬拜的那个上帝。所以她跟她的丈夫说，让我们在屋顶上造一间小房子，里面放床、桌子、椅子和台灯。重点就是让她来到我们家的时候，不是在吃一餐而已，她可以住在这边，大家在服侍的时候，她可以住在这边，可以休息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到现代这社会也很多这样的服务。当你要去坐飞机的时候，就会有那个休息区，让你去那边有东西吃，可以稍微睡个几个小时，甚至可以在那边睡觉、洗澡，甚至里面有些有可能有健身器材或游乐器材，让你在那边休息。而我们有时候去到现在的休息区，有一些休息区也可以让你这样睡一下，因为有些司机他开车很累，在那边休息一下，有的休息区也可以在那边洗澡。所以这当中让你去这样有一些休息之后，接下来你要去到哪个地方或接着服侍，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过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妇女她看到以利沙的需要，所以邀请她到他们家里来吃饭。她看到以利沙的需要，所以说要建造一个房间，让她能够在那边休息，或甚至在那边过夜。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愿意服侍上帝的人，愿意服侍别人的人，他的服侍能够更看得到别人的需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生命也是需要如此，在服侍过程当中去看到别人的需要，在服侍过程当中让他能够好好的享受在当中，而后续更有力的去服侍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。这边提到有一天，也就是他来到这个书念的其中某一天，以利沙来到书念，上了他的房间休息。所以当他这样子常常来的时候，其实也看到这也就是他的房间，他来到这边就住在那边，就与他们一起吃饭，这就是这个妇女为他所预备的。他也认同了，他也习惯，就会在这地方来休息，来用餐。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应该上帝也会对以利沙说一些东西，而在当中以利沙也在想，他也在观察这妇女，他很愿意摆上，很愿意服侍。所以在这一天他回到他的房间的时候，他要叫他仆人基哈西去叫那妇人来。所以叫他来当然不会平白无事，所以他就请他过来，那妇人也过来了。其实当我们在读以利沙的时候，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服侍的人，他在服侍许多人，
服侍了这个寡妇，也服侍了这个有钱的妇女。所以他叫这妇女来的时候，他也问他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所以当中他请基哈西去问他，我能替他做什么？所以在这当中他也看到这妇女她服侍的生命，上帝要祝福她，但是他也在想上帝要怎么祝福她，怎么样赐福在这个家庭当中，祝福这个妇女。所以他说他为了供应我们的需用常常操心，我要报答他。所以他也看得到，在一开始从他来到这个家庭里面，这妇女在帮助着他们，让他们有东西吃，后来还让他们有地方休息。而在当中，我相信他也观察到这个妇女在服侍他们的时候那些细节。他应该也不是说来吃饭，上面有地方给你住。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服侍方式，他应该是用很多心思让他们在当中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以利沙都看在眼里，他也感受在心里，所以才会让他的仆人基哈西去叫他来，然后问他，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？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所以这当中，或许在这世人所需要的是，可能他们有钱人要做贸易等等的，也需要在上面人说一些话。所以他说，也许还要我到王那里或元帅那里为他说几句好话。然而在当中会发现，这妇女其实他们在当中，或许她的先生、她的丈夫也是有点官位，或许在当中也是有名望的人，所以才会需要说要去王那边或元帅那边为他们说一下好话。但是我们看到这妇女，她也是很知足的，所以这当中对她来讲，她已经很多都有了，她也不需要再多的东西，所以她才会跟以利沙说，我住在自己的人民当中，什么都不缺。我住在自己家乡里面，我的朋友在当中，我也是在当中算也比较有钱的。你说我缺少什么？应该也没缺什么，所以什么都不缺了，你也不用在当中刻意要给我们什么。其实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以利沙或许他的仆人也是如此，在当中其实去到一个地方会观察那个地方。其实我们去那个地方总是要去观察，去了解这个地方的状况。所以以利沙这样忙碌当中，他也知道这个妇女她所付出的，但是他在当中他也在想他可以为她做什么。所以当这妇女说我们没有缺什么的时候，他转过来问他的仆人基哈西说，那么我们能为他做什么？他问基哈西，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？你观察到什么？其实以利沙他可能也在当中也没有看出来他们需要什么，所以他在当中问他的仆人。那这基哈西他也不错，他有观察到他们就这个家庭而已，但没有儿子，或许有女儿，当然这边比较强调是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们的家业，所以没有儿子可以去继承。在当中这仆人看到他们的缺乏，或许他们什么都不缺，但是在以前的人，其实台湾人也是一样，在以前的日子当中总是会觉得还是要有个儿子，没有个儿子总是缺乏什么。所以这基哈西就跟他说，他没有儿子，她的丈夫又老了，所以他们的问题在这边而已，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就是没有儿子，而丈夫年老了，可能要儿子也是有困难。所以在这样的讨论过程当中，以利沙也感受到一些东西，所以他跟这仆人说叫他来。所以这妇女其实她也或许他们在当中是有声望，但是我们看到这妇女她还是很有谦卑的心，当要去服侍他，说他就服侍，看到这个人他就服侍他，就给他有房子住，然后以利沙叫他来他就来。其实有时候我们总是人常会有个姿态，你叫我去我就去吗？但是当中我们看到这妇女，她虽然有钱人，但她并没有那种很贵妇那种姿态，应该是你来找我，不是我去找你吧。所以这时候当以利沙叫她来的时候，她就来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那妇人来站在门口。这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经文在其他地方也蛮常出现，所以这边说以利沙对他讲，明年这时候你将抱着一个儿子，在明年这时候你要抱着一个儿子。所以这当中抱着的不会是别人的，是你的。那
这当中我们会看到那妇女，她说：先生，请不要骗我，你是神的人，你是神的人，你就不能骗人，你不要随便说说而已。而这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很认真的对他讲，要祝福给他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要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好像是安慰人啊，你一定会有孩子的啦，你会有儿子，甚至我们会讲的很笼统。但是以利沙这边讲到说，明年这个时候，不是下个月哦，是也让我们照着人性，照着人的那个时间性来看。所以说明年这个时候，你将抱着一个儿子，所以你要抱着一个你的儿子。在明年这时候，虽然你也已经有点年纪了，所以你先生也年老了，但是你要抱一个儿子。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都有这样景象，无论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，或者是亚伯拉罕，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讲到说，当上帝要赐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在明年这个时候你会有个儿子。所以这是上帝赐恩给这个妇女以及她的家庭。在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去经历到有一些领受，但是要讲出来吗？以利沙这边就直接讲，这是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。在这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当以利沙这样讲，第二年这时候，那妇女果然生了一个儿子。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服事，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上帝就让这些事情成了，而在当中也加添了这个服事者他的信心。不管是以利亚或以利沙，我们看到上帝就透过他们来行神迹，透过他们来施展大能，透过他们去服事那个世代的人。在这时候，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做的，然后也开玩笑说是谁给你的勇气。其实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确实是需要有勇气的，需要从上帝而来的勇气，需要有一些从上帝而来的看见。当我们领受的时候，若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，那我们就大胆的去说，大胆的去做。许多时候我们都害怕，但是上帝要我们在当中不是那样害怕，而是那种确定感，是上帝交付给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，交付给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参与在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所做这许多的事情，是上帝要他们去做的，他们就这样说，就这样做。所以虽然这当中没有提到说上帝的使者要以利沙去说什么，但是上帝也成就他所说的，让他所说的就照着这样成了。他对这妇女说，明年这时候你要抱着儿子。接下来这一节讲到说，他就这样得着了一个儿子。所以上帝看见以利沙所做的，成就他所说的。在当中我们看到也是如此，上帝看人也就如同类似以利沙就看到这妇女一样，他愿意这样去服侍，而上帝也赏赐给这个妇女。因此在当中，这妇女或许她年轻的时候一直很渴望有孩子，有一个儿子，一直没有办法得着。然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就赐恩给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？让我们能够去经历这一些，去领受这一些能力，让我们在服事当中勇敢的去做，努力的去做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样回报，而是做我们该做的，认真的去服事上帝，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把它服事好，而上帝也不会亏待我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，他就赐下能力在我们当中，赐下这样恩典给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好好服事上帝，不是要交换什么，而是单纯的来服事上帝。我们看到以利沙是这样来领受，他所讲的，如果是我们来看，我们自己会很害怕，如果没有成就怎么办？但是在那当下，不是在想未来没有成就怎么办，当这样想的时候，对上帝是没有信心的。在当中，我们说我们该说的，做我们该做的，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努力去做，我们要怎么说，就努力的好好的说，把该说的说出来，让上帝亲自来成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点时间回到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让上帝来对我们说话，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回想
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从以利沙，从这个有钱的妇女当中去看见他们的生命，让他们愿意去服侍，去款待那一些外来的人，而从这当中也招待了上帝。在他眼中，他又去经历到从服侍过程当中去经历到这个人是上帝的人，是神圣的神的人。而让我们在当中也是如此，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服侍在那最微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你身上。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去经历你，有你的恩典，有你的同在，帮助我们去服侍这一些。主要帮助我们也成为那服侍者。或许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勇敢的去做，勇敢的去说。当我们有领受，我们说出来的时候，不用去害怕，如果没有成怎么办？而是让我们去看见我们该怎么样来做。主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的同在，恳求你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这段时间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领受的，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，将我们今天默想所得着的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主你的带领。感谢主，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也赐福在我们当中。先向我们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每天都有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，愿上帝赐福你。